那看到了灯笼，踩到安江，年都到了。那先跟讲是家啲，在那个西边133thì日节人样讲到，真正系好系正系讲兄弟姊妹，一齐在世间里，大家和和合合，系咪啦？嗱，然後一個西邊133thì二節樣人講到，一就係唱一個下輪嘅腰，從蛋糕頭那等留下嘅個頸，留下嘅個泡呢去，講到咩意思呢？嘅意思就係西邊133thì 三節人樣講到，從係唱呢一個血滿動蛋嘅水。留下半時間人類世間你喺度要火合嘅，所以啊計啦，上帝面臨嘅嘅福分隆重兄弟姊妹，嗱兄弟姊妹一齊要平安，要火合，隔一個家庭，隔一個子女，隔一個親戚朋友要火合，嗰都係上帝合意嘅，上帝面臨嘅嘅福氣，半時間嘅家庭度咩福氣呢？平安、快樂、喜樂。開心嘅祝福隆重設家，啊樣嘅家庭最要頭最幸福，因為到上帝唔係設家要吵鬧要上吵，喺家庭度肯講自家公婆都係要和合，所以係就上帝嘅真理嚟行，一天一得到嘅嘅恩典，得到嘅嘅福，祝福兄弟姊妹，阿門。OK， 祝福，祝福，有，祝福。Nanti jumpa, amin.